在线上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敬拜、来祷告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力量，我们就得着喜乐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面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常常喜乐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主使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更多来敬拜。主是我们的力量，主是我们的高台。我们有神，我们就要宣告，我们常常喜乐。哈利路亚！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。我们再一次下垂的手，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放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是我们的力量，主是我们的高台。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，有神一路有我们的陪伴，以神一路陪伴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拥有神的平安跟喜乐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在经过了一周，不论你这一周过得如何，但我都邀请大家，在现在这个晚上，这个特别的晚上，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，求圣灵遮蔽我们，遮盖我们，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让我们拥有安静与神连结的时刻。翅膀影响，遮盖我，在你大能手中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，负你能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。
前方的引导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知道你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再一次用敬拜、诚诚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悦纳我们，求你喜悦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总是对我们的心说，你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。主啊，你的宝血为我们的流，你也为我们受了刑罚。
是的，主，无论生命或死亡、困苦、患难、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谢谢耶稣，你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你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谢谢耶稣，特别是在这样的艰困的环境当中，死亡充斥在我们的四周，恐惧遍布，我们还是要来亲近你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祷告会、实体的聚会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，你灵在哪里，就要帮助我们身心灵要得着自由。主，我们再一次透过线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的应许，同心合的祷告，你必垂听。谢谢耶稣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是向你的宝座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大大张口，你就要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，你配得我们感谢的。因为你的应许是信实的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多祷告就多有能力，让我们常常祷告，你的能力就充满在你的子民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透过思念神的名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思念神的名，来帮助我们明白主是我们的牧者。那我们来看在希伯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，有一段时间他们其实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，他们要逐水草而居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牧养，他们要牧羊人，他们要寻找哪里有水，哪里有这样的一个草料，可以供给他们的羊群。那另外呢，为了维生，牧者要保护，让他的牲畜不走失，也不受盗贼还有野兽的伤害，并来提供他们丰裕的草场。那这些都是很重要，特别是在古代近东的地区。那以色列这个对牧人这一词，其实在隐喻作为一个国王。那希伯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是他子民的牧者，并且将牧者的形象运用在宗教领袖上面。那其实在他们平常在牧羊的时候，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牧羊的责任交给孩子，所以孩子会带领这些羊群他会走在前面，那羊群就跟在后面，不像我们台湾在赶羊群。那当这个小牧人在前面在带领的时候，其实在他们背后有一个大人在他们的背后观看着。那这好像也象征主耶稣，当我们这些牧者在牧羊，在带领羊群来敬拜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大牧者就在我们的后面，他在观看着我们，在护卫着我们。所以新约指出，耶稣是好牧人，是为了要保护他的羊群，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所以我们当你向你的牧者祷告的时候，向这位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是时时看顾着你，他要喂养你，让你的灵命可以得到满足，得到供应。所以他要带领你，很重要，就是走
义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向这位神来祷告，来赞美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？他有什么样的属性配得我们赞美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就是为了这位神能够庇护你，能够保护你，他拥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要来赞美他。所以每当我们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你，他要护卫着你，他要保护着你。第二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诗篇23篇，他也提醒这位牧者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，所以他使我们不缺乏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，一起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他引导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，这个义路就是得救之路、得胜之路，是一个通往永恒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赞美他，他是护卫着我们，他是引导我们走恩典道路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要为了这一些的属性，我们要来赞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你还有想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吗？你可以把它赞美出来，宣告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一起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、来祷告。这位神是护卫着你，这位神是供应你足够有余，这位神是怎样？对，是引导你走得胜之路，是引导你走永恒的恩典之路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那丰富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伸开你的慈爱的手来护卫、保我们的神。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你也引导我们走永恒得救之路。这是一条义路，是一条恩典之路，也是一条胜过死亡、得胜仇敌之路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一起来积极敬拜。虽然在这患难困苦的环境当中，你依然与我们同在，你保护看顾你的子民。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能力护庇着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宣告，你是我们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你是那供应足够有余的，你使我们不缺乏，特别是让我们邻里能够得着满足，得着舒畅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就是使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来赞美你，来仰望你的主。因为主，我们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世界没有一个主，没有一个主人是这么爱我们，没有一个主，没有一个主人敢拍胸脯说，主啊，你就是爱我们到底，主，你就是供应我们到底，主啊，你就是来牵引我们走这个义路。义路就是主啊，你要我们在那恩典的路。主啊，当我们在那恩典的路，有时候会偏左，有时候会偏右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像那个羊一样，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，是很近视的，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。但是主啊，你竟然用你的杖、你的竿、你的杖，你来安慰我们，你来扶持我们，使我们不跟随着这世上而走偏了你的恩典之路。主啊，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保护者。主啊，你就是要带领我们走这一条义路，走这一条跟随你就会是一个得胜的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敢拍胸脯说会胜过这个疫情的，唯有你。
主啊，唯有你是有办法使这个疫情止住的，唯有你有办法使这个疫情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翻转的力量，使我们这个台湾能够转向归向你的。主啊，唯有你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因为你自己说你是我们的牧者。主啊，我们有了这个关系，主，我们真的就有了一切。主啊，因为你对我们来负责。主啊，不管是不是我们在那个溪水旁是危险的地方，是那些豺狼等着我们要去溪水旁喝水的时候要来攻击我们，但是主啊，你就使我们可以安然的躺在那溪水旁休息，因为主，你派天军天使保护保守我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就是爱，谢谢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生命中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，主啊，但是我们却有了你，我们就一无所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，主让我们就只有仰望你，仰望你是我们的主，仰望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。阿爸天父哪有不把好的东西给儿女们的？哪有不保护儿女们的？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这个疫情，我们就可以更靠近你，我们更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。因为主，你的本意就是要让这个疫情成为你祝福的出口。愿我们仰望你，愿我们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就是尊你为大。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位神是信实的神，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的亏欠、软弱，我们要来承认我们的软弱。这位神是给你怎样的恩典呢？你有没有要感谢神的？这段期间你经历过什么？我们感谢主，在这几天，我们看到本土的疫情确诊的降到200以下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，开始有大量的这样疫苗，无论是从国外，或者是已经进来开始在施打的。虽然有一些的缺点，但是我们还是向神感谢。你可以感谢什么？你现在还可以呼吸，对，是的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，他是护卫着我们，他是信实的神。我们要承认，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，你有没有恐惧？你有没有不安？我们神是平安的主啊，我们神是护卫着你的啊。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时候会因为环境、因为数字带来了恐慌。我们对神可能失去了这样的信心，甚至埋怨神。我们要来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不信、不够的信心。我们要来祷告，要来认罪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，来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有陪伴者、有安慰者、有施恩者在我们当中，甚至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住处。对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来感谢，也承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这段祷告就是要回应神的恩典，我们开口来赞美、来感谢之外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阻碍了神的供应的管道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主，我们主啊，奉你名你有赦罪之来恩，献主啊，上要我们的感让人知谢。道你是主，主，主啊，你的在心意就你的光照下，我是要我们们知道在凡这事疫情，谢恩。主啊，使我们的大大小人性小的事，都我们是不跑出来，是可以主啊，从因为心中领自受，私自利而且自义，来感主啊，谢我们恳你的求你来赐予？赦免我们的罪，就连这些雨水、空气，我们在你面我们前本来以为是理所当然，但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宝贵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段期间经历了缺乏，也经历到你的供应，经历到了害怕，也经历到你赐予我们的平安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不断的来经历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是保护看顾我们的神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是那保护看顾我们的人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为着我们的软弱来祷告，承认我们软弱。你说我们若认罪悔改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接纳我们的敬拜，也接纳我们的悔改。主啊，你赢了，主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的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是的。主，但我们也要来到你面前承认，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是时间的主，我们也以为我们是疫情的主。主啊，但唯有你才是主。主啊，唯有你才是掌握时机的主，唯有你才是掌管天地的主。主啊，唯有你才是赏赐生命、收取生命的主。主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承认我们在一生极短的岁月里面，我们仍然想要做主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从你来的眼光。主啊，首先是我们要依靠你为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小信不足的信心再次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唯有信实的主能供应信心。主啊，唯有你才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主，我们要仰望你。主，我们要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这极短的岁月里面，主啊，在这极小的视野当中，因为有这位无限的主，有这位永活的主。主，我们可以在各样的时刻里面依靠主，有盼望。主啊，依靠你，我们能看得到主你对我们的祝福，看得到主你对我们美好的安排，更是能够看见原来这个特殊的时刻，也是主你特殊恩典失落的时候。主啊，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每一个人都领受到，主啊，如同你圣灵的火，在那五旬节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的落到每个人的肩头上面。主啊，你的教会也要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要被主你兴起，如同被圣灵的火点着的人，要走到各个地方去，好像就在我们的家中，好像就在我们的线上网络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讲起各地的语言，主啊，甚至现在是用网络的语言，用文字，用影片，用图像的方式在讲述你的福音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始终够我们用，因为主，你的恩典远胜过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你的恩典扶持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你的恩典还转化我们的软弱。主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持续带领我们。主啊，在这恩典的道路当中，我们要来依靠你，因为你说依靠你的人不致缺乏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哪里会有缺乏呢？主，我们要再一次来仰望你的恩典，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思想主你的爱，用你的爱来替代。主啊，用你的真理来替代，帮助我们始终在你的心意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特别是在这样的防疫的过程当中，
一些的政策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国家领导者，或者是在野的，还有全部的百姓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特别是在这段期间开始在施打这些年长者的疫苗，我们看到各县市都有不一样的状况，好像在竞争一样。其实这个时刻就是要团结，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国家，不管是执政在野的，我们都一起来团结，让人人都能够透过这样好的政策同心合意，让更多的资源就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来效力。我们也为着疫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3级的警戒，冲击了我们的生活、家庭、经济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有他给我们做依靠，我们不会因着这些数字而造成很多的恐慌。我们也为着台湾百姓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作息。最近在讲什么？南部可能有一些比较零确诊的，是不是他们可以提早恢复解除这样3级的警戒呢？有不同的说法。求主让这些执政者，这些的有掌权的，让他们有智慧，能够做这一些好的决策。那我们也为着这些防护医护人员的体力，他们的家庭，他们在医疗院所当中能够有足够的这一些的医护设备，特别是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没有私心，有纯公益怜悯的心，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，还有带领我们的社会，不造成更多的这一些的恐慌。特别为了福音可以深入在台湾的人心，苦难带来的是人谦卑下来，人要寻求这位神，也求神来改变我们台湾的命运。特别是在这1、2天，中国的军机甚至高达28架，在侵扰我们台湾的领空。当全球在陷入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、恐慌当中，我们要为中国来祷告，为这些执政的祷告，让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离开他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我们要为着这些的疫情来祷告，为着我们台湾有更多的这些足够的疫苗来供应我们台湾，能够早日超过50%的这样的百姓能够来施打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我们奉你名，谢谢你在这个美丽的宝岛，主啊，你掌王权居首位，在我们当中来今天所遇到的情况，主啊，你早就知道，主啊，你也有办法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，还有捷克为我们发声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疫苗，特别是国产的疫苗，也能够顺利来进行。主啊，我们奉你名来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你来伸示你在这样的疫情当中，能够让我们执政掌权的知道在这样当中能够来有智慧的决策，来帮助我们早日脱离这样的一个恐慌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让他们有足够的这样体力、足够的健康、足够的防护设备，也让这样执政掌权能够体会到这些第一线的人的辛苦，也让你的福音，特别是在苦难的当中，让人民更多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让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，神知道你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也让对岸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野心、这样侵扰能够离开。主，我们奉你名，求你来真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为我们国家祷告，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。主啊，我们奉你名，求你在台湾掌权。哈利路亚，主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名。主啊，谢谢你赐下了我们及时台湾需要的雨水，让水库得以充足。我们更感谢你赐予我们救急的疫苗。主，让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跟高龄的百姓都能够优先的施打，来减低感染的风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
我们将疫苗的进口跟研发的顺利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叫这一切的努力因你的恩典，主啊，就将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减缓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也特别为了在疫情当中，许多人的经济、工作、收入都遭受到极大的影响。主啊，也有许多人对未来是没有盼望。我们求耶和华以勒的神为我们的台湾的经济的发展前景来预备，特别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特别是做生意的、上班的，他们在经济上匮乏的，主啊，都求你来补齐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也相信，因着神你的慈爱，也叫这些防疫的医护人员，他们有够用的体力来照顾患病的人。主啊，也帮助台湾，主啊，让我们所欠缺的，主啊，不论是医疗的器材，主啊，这些都能够因着神你的预备，主啊，都能够充足。主耶稣，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拒绝忧虑，拒绝一切主啊，因为这些疫情造成的烦恼。我们相信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我们相信你必然爱我们爱到底，因为你应许我们说，依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主帮助我们，凡事一无挂虑，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。上帝，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主，谢谢你，也保守我们这些执政掌权的，特别是从我们的蔡英文总统、我们的行政院长、我们的陈时中部长，以及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各县市的首长，主让他们有更好的准备跟方向，不论是疫苗的研发，或者是疫情的控制，主都能有智慧跟能力主好好的来处理。谢谢耶稣，也透过这样的疫情，主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跟我们的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，主啊，或者透过网络，主啊，就能够将这个福音信息主啊，将这个平安带给他们。我们相信上帝你所赐的福，主啊，真是不加上忧虑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特别我们也为中国大陆在这段期间搅扰台湾的事情仰望你的名，求主你掌权。谢谢耶稣，我们天天领受你属天的玛纳，有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跟帮助。我们也相信君王的心也如同龙沟的水，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，也使习近平或整个大陆的这些的措施转移着神你的恩典，让台湾有你的保守跟平安。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谢谢聪辉长老在线上带领我们来回应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主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必看顾我们。我们要先来看一段的经文，一起来宣告说：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城邑说：看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没有错，我们的主是保抱我们，是饲养我们，也是引导我们的神。我们要为着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惊慌失措、不安、病痛的当中，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在中东当一群羊只生到上百只的时候，这些羊的主人他们会雇佣一个牧人来照管羊群。
但是这一些的牧人，所谓的恰刚的啦，就是他们拿钱的办事，一旦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就立即抛开这一些的羊群，甚至他们为了自私的动机而带领羊群偏离正道，也为着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领袖，如果是为了金钱、权力，还有享乐而遗弃了福音的时候，可能也像是这样一样。神不但应许要审判如此虚假无信的牧人，他更应许要亲自来牧养他的子民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在耶稣的生命当中，他的服事当中得以成全。所以他是好牧者，为羊舍命。我们要为着每一个牧者，其实我们小组长、我们的区长都是好像小牧人一样。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来牧养这些的羊群。特别是在这样的疫情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线上的礼拜，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礼拜跟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聚会，我们只能够透过这样线上来聚集，帮助我们这一些的小组长、区长、我们牧者。特别在这样疫情之下，我们如何透过线上的礼拜，透过这样线上的牧养，来牧养我们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灵命能够不断的增长，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礼拜而停止了聚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的身体的健康来祷告，害怕使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免疫力，所以希望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能够强壮你的身体，也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更新。在3级的警戒当中，我们看到没有办法到学校，没有办法外出旅游等等，都是宅在家里，所以很多时间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亲子之间、夫妻之间的冲突？我们恳求神来为每一个家庭来守护，特别这样疫情的冲击下，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经济都会受到一些的冲击。所以神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赐给我们没有缺乏的神。我们为着这些确诊者，还有他们丧失他们亲人的这一切的家庭，在隔离这样的孤单的时候，神还是与他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来祷告，我们守护着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在这段疫情当中能够更紧密的连结，彼此的扶持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教会的头，主啊，我们都是你的肢体，主啊，我们在肢体当中，主，我们就是要彼此疼惜，彼此相爱，因为主啊，你先爱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主啊，在这个疫情之下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用各种的创意的方式来敬拜。主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是使我们的让我们在家庭的缺乏当中，工作上的冲击当中，主你也来护着我们，你也来供应着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家庭之间能够有和睦相处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要宣告是牧养我们神。主啊，你必亲自来牧养我们每一个家庭，透过教会，透过每一个牧区，我们能够知道有这样的智慧，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来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就对了，仰望你也为弟兄姐妹的身心灵，我们恳求你来带领，特别是那些确诊的，主啊，你知道确诊的家庭跟失丧家人的家庭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主你知道，主啊，你自己亲自来带领他们，主啊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主啊，你要爱这世上的每一个，特别在台湾，主我们恳求你，谢谢主。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的膀臂来创造天地，就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就是你说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就是说你是，就是虽然我走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就是说，特别是在这患难的时候，就是求主耶稣你做我们的避难所，做我们的高台，做我们的依靠。就是我们来仰望你，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们要来为就是
我们教会的关心，为我们的区长小组来祷告。虽然说我们不能面对面来关心人，但主耶稣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身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，让我们可以透过视讯、透过电话、透过通讯软体，耶稣来达到关心的效果，也帮助我们在关心的时候，就耶稣赐给我们每个兄姐聪明与智慧，让我们可以真的关系到人，让我们可以像面对面关系一样，耶稣明白每个人的所需要的。谢谢，就是感谢你，就是帮助我们，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就是来祷告，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不要害怕，就是因为害怕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免疫力就会降低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依靠你，让我们每天来祷告、来读经，让我们可以有从你而来的自信，就是来面对，就是这武汉肺炎这样的疫情的肆虐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对生活、对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盼望、更多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来仰望你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害怕。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命可以透过这个时间可以好好的更新，透过这个时间结束，我们可以透过仰望你，透过更多的祷告、更多的读经结束，让我们就与你更加的亲近。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为疫情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与家人或是我们与亲朋好友，就是更能够就是有更多时间，我们相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磨合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有智慧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该如何拉近彼此的关系，不要造成我们彼此关系的破口。就是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智慧，就是也特别就是为那确诊者以丧失亲人的家庭，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来带领，也求你的手亲自来安慰这些家庭，就是赐给他们盼望，就是求你来带领他们。就是我们将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祈求，阿们。阿们。我们谢谢牧宣执事在线上带领我们来回应神如何看顾他的子民。弟兄姐妹，你每天在家会主吗？是的，我们透过在家会主，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好多上帝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如何用信心来宣告。以下的几节的经文，我们要用信心一起来宣告说：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我们要恳求神来帮助带领这些迷失的羊群回到神的面前。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必为我们负责。受伤的他必缠裹，缺乏的他必供应。有一些迷失的，神要帮助他们，能够把他们带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。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
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”这是神给这些迷失者如何要带领他们、帮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切记，耶稣是我们的门，是羊的门，是一切在世上的当中能够寻求庇护的门。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来宣告神的应许说：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，都是贼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是的，神来要叫我们来得着生命，耶稣来是要叫你我得着更丰富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报传福音传喜信的人。我们要赞美，因为这位神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，他是擦去我们所有的哀伤中眼泪的牧者。所以我们要来宣告主的应许，直到永远，直到万代的。我们要用神的话一起来宣告说：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，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是的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他要赐给我们永恒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患难中，我们还是要盼望，还是要常常喜乐。我们要宣告说，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，神的供应要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来宣告神的主权在我们当中，他的应许必要成就，他的供应必使我们不致缺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常常的喜乐。来，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他就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。流泪手中必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阳光，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弟兄姐妹们，常常喜乐，再从头来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这个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。流泪沙中的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
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充满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荫永不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，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荫有股力量，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荫有股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说：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高台，所以幽谷一路有耶稣来陪伴，所以他永远不离弃我们。我们拍手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阿门。谢谢主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，我们弟兄姐妹必不致缺乏。主，你要护卫着我们，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必用你的杖、你的竿来护卫着我们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，也让我们每一天经历到你的同在，你所赐的平安是超过人所能够给我们的。主，求你也一起用你所赐的圣灵来护卫着我们，感动我们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来在家会主，能够让你的话充满，赶除心中的惧怕，让我们心存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平安跟盼望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会就到这边，愿上帝与你同在，赐给你平安，愿你平安。